我来看咱海军的屯木舰队，今仔日是到咱伫咧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这是咱8天了后搁一届到地访问。当地侨胞是真热情来甲欢迎，也这嘛是咱的屯木舰队从2月底出发了后去拜访的第6个邦交国。 海军屯木舰队由大埔吉南半石南慢慢驶入咱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港口，伫花边等待的侨胞也两国国旗迎接，因为这是隔8年屯木舰队搁再访问瓜国。En nuestra tripulación han recorrido más de 20.000 millas náuticas, atravesando el Océano Pacífico, el Canal Panamá y el Mar Caribe. 其实，这摆屯木舰队这片航程较远的大屯木，对2月底启程造访马绍尔，并且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到圣克里斯多福、圣露西亚、圣文森、贝里斯，也有瓜地马拉这6个友邦。因为军舰顶面除了咱国的海军官兵，也有伫海军官校读册瓜地马拉学生，过4年将回来到故乡。 Visitar a mi familia, ya hace 4 años que yo no venía a Guatemala. De la Escuela Politécnica me fui becado a la Academia Naval de Taiwán. Desde entonces no había tenido la oportunidad de venir. Que las embarcaciones son altamente modernas, tecnológicamente superiores y esto abre el espacio a muchas especialidades de nuestra Armada en Guatemala, nuestra Marin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军舰顶面也展示咱国无人机科技，开放外国将领民众登上军舰来参观，加强远洋航行训练同时，因应中共铺设地带侵扰、油烟转舰的威胁渐渐增加。国防部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将原先的离世期3阶段防卫作战架构改做干保留离世期，并且增加备战部署、重侵防卫、加持久作战这作为，加战时的用兵指导、加行动规划、硬性涵盖变相时状况处理，来提升兵战转换效能。中共它目前所谓长期的战备警巡，或者是一些演习，很可能就是会有有训转战或油烟转战的样态。 专家指出，过去架构是基于传统战争想象，假设冲突有明确的庆关过程。也过近年来，强机强舰定定侵扰台湾，加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显示边境界线是愈来愈无清楚。中国军根据情境临时阶段来进行作战，应加强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记者综合报道。